禮賢會各堂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啊！沙田堂自成立至今，佢哋喺區內服侍獨居嘅長者，探望危疾康復嘅病人，又支援新移民家庭同埋佢哋嘅仔女，又喺教會裏邊接待有特殊需要嘅學生等等。希望能夠藉住關懷鄰舍嘅需要，傳遞基督嘅福音，彼此關顧。沙田堂推出2個小錢計劃，希望能夠籌集資源推行呢個計劃，希望大家能夠鼎力支持、慷慨捐助。我哋又去為呢件事同心祈禱，多謝大家。禮賢一家福音廣傳，2個小錢支持奉獻，3個方向使命實踐，關心長者，服侍鄰舍，建立門徒。我哋感謝讚美主，因為使我哋禮賢會喺呢個嘅水泉澳係有呢個沙田禮賢會堂嘅建立，求主賜福該堂工作，不斷蒙主嘅恩典。特別咧係呼籲我哋眾兄弟姊妹，特別禮賢會嘅眾兄弟姊妹咧，個個踴躍嚟為到該堂奉獻，使到該堂咧能夠早日嘅能夠達到一個治理嘅階段。我哋為此榮耀上帝。禮賢一家福音廣傳，2個小錢行動奉獻，3個使命實踐，關心長者，服侍鄰舍，建立門徒。願禮賢會眾長輩鼎力支持，積極奉獻代禱。呢個係細家好，呢個係中家好，呢個係大家好。我哋喺新年福音中心成立咗大概1年左右嘅時候，透過上帝嘅帶領加入咗呢個教會。咁而我哋咧一家4口啦，加埋我媽咪咧，都喺呢個沙田堂嗰度接受咗呢個洗禮噶。我哋喺呢幾年裏面咧，都為教會咧服侍咗唔少嘅工作啦，咁亦都好開心可以學習到好多唔同嘅嘢。咁所以咧，我而家都係轉職咗去梨木樹堂嗰度咧做呢個幹事啦。咁所以我呢度咧呼籲各位弟兄姊妹啊，亦都唔好埋沒你哋嘅才能啦，記住咧一齊為教會做多啲服侍啊！我哋一齊實踐禮賢一家福音廣傳。